家好，歡迎收睇中山單車遊。開始今日主題之前，分享一下個人嘅資訊先。而家已經嚟到2025年4月份啦。而家踩單車嘅數據達到1000公里。老實講，進度實在係太慢啦。本身今年諗住個目標係要踩5000公里。仲有8個月時間，後面要踩4000公里，睇嚟之後嘅時間要加把勁啊！返嚟今日個主題先，好耐都冇食過燒鵝，今日就約咗朋友踩單車去三鄉一間鵝莊食燒鵝。鵝莊有2間分店，一間喺三鄉，另一間喺五桂山。今日我哋踩去三鄉嗰間分店，大約20公里。而家過去青茂同朋友集合先。由珠海上去三鄉，最快捷嘅路線就係經香洲大道。今日我哋揀咗明珠北路，踩上去香洲大道。呢段路比較短，同埋有單車徑，會比較安全。而家踩咗10公里啦，終於出到嚟香洲大道。香洲大道自從整好咗之後，係非常之好踩嘅。而家畫面踩緊嘅係香洲大道輔路，可以睇到路況係非常之靚，喺度踩係非常之爽啊！呢度轉左轉左，見到啦，見到啦，見到啦。哇！佢收得好入咯，睇唔到。今日總路程踩咗60公里，為咗加多啲公里數，今日就早出門踩多20公里。其實三鄉來回
只係40公里。今餐飯總消費168蚊。由於我哋得2個人，食得唔多，所以只係叫咗半隻燒鵝，同埋一碟青瓜花炒鵝腸。燒鵝110蚊半隻，每一隻都係非常大隻，最少5斤起。首先講咗味道先，鵝肉肥美厚實，鵝皮係燒得非常香脆。不過現場只係見到荔枝炭，就欠缺咗荔枝柴燒嘅畫面。品嚐食物除咗味覺之外，視覺亦都會間接影響咗食物嗰個味道㗎。下次有機會去五桂山分店試下，睇下會唔會有荔枝木燒嘅畫面啊！今日踩單車去三鄉食燒鵝就到呢度結束，下次踩單車再見。